们是高低兄弟，我是布莱德，我是艾伦。刚刚我们的那个开场算是能笑得出来。那今天呢是布莱德术后的，我今天早上才去做这个手术，还不到24个小时。今天是你的术后的第一天，他是昨天早上去做的这个手术，你也是第一次嘛？对，人生第一次做眼部的手术。你就蒙女，因为艾伦享用到了他的第2针的消肿针。对，而且我觉得消肿针非常有效。我这里面是肿的，可是2个比较起来，它的比较恢复的快很多。而且我才手术后隔1天而已。然后冰敷千万不能忘记。首先你必须要准备的第一个就是冰袋嘛，那这个冰袋是冷热两用的。对，第2个要买的就是这个医用纱布块，也不是要灭菌的哦。然后大概大家买4×4就够，因为摊开来大概就是一个眼睛的形状，避免你的皮肤冻伤。因为你的眼睛刚手术完，有可能你会生一些组织液啊。再来呢，还要买一个东西是使用频率最高的生理食盐水跟灭菌的银棉棒，它是要清理你自己的眼周的分泌物或泪水或血水等等，然后搭配这个生理食盐水。就是我们的影片可能会过长于沉闷，因为我们的主打就是生活知识型 YouTuber。乡亲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基本嘅福气类嘅节目，哇，看睇解下嘅短片，乡亲朋友聽咗非常哇，基本嘅嚟大家去分享嘛嘅，受嘅馬莎咧，你基本嚟分享嘅裏邊是解下條短片看到嘅了解，你講當後生有當然到嘅高大鄉thị嘅間分享記到，一開始嚟分享係高大鄉thị嘅獨嘅白片分享。大家好，我係鍾白強哦，今年咩係一家之的主親哦，今年吼係做高低兄弟的高布萊德吼，大家好。耶，分享白強，你真的很厲害，動強。你到兩片喊走得落去打一家之主的廣你有告，發現到哦？你真的興機動衝啊！有發現。剛剛 Ray 稿不是這樣 Ray 的。冇錯，那聽到了分享嘅係你人藝一屆落去變嘅係高大鄉thị嘅艾倫分享。大家好，我係艾倫，今年26歲，底下係主持人鍾白強嘅處理。耶！哎呦，終於講對了，終於講對了。練習個時間冇好紅呢。為什麼同埋大家會好像動分有冇？因為艾倫連心那個剛才你講快充嘅那一句話，對，也是練了1-2年有了哈。大概從出生就開始，可能在娘胎的時候就開始講了。經驗不係完全唔係講客語，唔係客家人啊。係，所以白強係新豐人，新豐，所以你學了講得非常好。冇下河。艾倫係你嘅處理，對，啊，所以佢係新學客家吧。講一下，你們2個是一起做 YouTuber， 係，你係同時咧。同時，那我鄉親朋友講一下嗬，你下佢兩個後生人來可能動定一下，佢哋你下係你講 YouTuber，對不對？有自己的頻道，對，然後你哋拼頭嘅名係高大鄉thị。嘿，好好的少改，佢哋改拼頭之前，先嚟了解一下，為什麼叫高低兄弟？其實從你下節目看哈是看得出來啦，就是這個鏡頭可以帶2個人一下。有嗎？有看得出來馬上係夠的部分嗎？非常看得出來。但是其實我們是用智商來取的。哦，所以還是艾倫是高的。安用講嗎？哦，不是這樣，是不是？所以高低兄弟是安用啦，所以你可以去想講吼，就是然後偷偷打一下網絡上有一個另外很有名的講黃氏兄弟，就想說我們也不比他們差啊，所以這個高低兄弟從外表哈是看得出來，這個識別度很高。是，伊莎好夠，伊莎。冇眼高，就是這樣，不錯，就是這樣。不過一開始有可能你兩改拼頭嘛，那是第1集嘛？該係第6集，第六集。你們是要嚇死誰？就是真的那個內容很勁爆，而且講的是醫美。然後你們2個起價就真的去割眼，真的去做，真的。他們該些看到最美哦，還可以看到那一集可以看到就白強哈目珠流血。哦，直接血流出來哦，那是真的，不是後製的。是，所以其實我們就是希望透過這樣子的實際體驗哦，親身去做，親身去體驗，不管觀眾朋友走在地哈，就是我們站在一個醫美的角度，而且因為我們的主要受眾群大部分係社媒兒，所以想講哈，社媒動比較會主從該醫美的主題，所以透過2個小鮮肉的介紹。這樣子，觀眾接受度可能還好夠的，這樣男女市場都可以達到一點啦。對，所以你都拼頭嘅內容到其實主要就是針對佢哋講社媒因為對象，然後走醫美的內容。嘿，一開始係安用上嘅。哦，現在改變了。就慢慢改變了，因為這個。
就是我们的企划费没这么高，因为一般因圈地哦，这个医美随便一个手术都是上万块，没错假设你走嘛个保养啊，也是要几千块，还有走下去哈，忙传签字签啊，签时全部花掉了。对，所以后来后来用来就想讲吼，因为我个英文哈，韩国做得。这个韩文，有一猴哦，所以我们就想说来做一个频道，叫做韩英金老师。什么？韩英金？就是抖改系列图哈，就是我们都姓金，是，金改英文姓上，金改韩文姓上，就韩英金老师。好，所以我访问他们也是要。很有这个 YouTuber 的感觉哈，所以现在唐一类就是记得改拼头分两台类，一台类是医美类，对不对？然后亲身体验，然后告诉大家你的自身经验，对，如果贴发签呢，所以下来我们先减收一点成本，对不对哈？等于告台告的讲英文，然后讲韩文，差不多哈。黑都航班传台签改时间，又可以再继续回到医美里面，走对吗？这就是我们的目的，这就是目的。多做一点。所以其实真的会不会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其实做 YouTuber 哦，莫上动作安用简单，因为一般一开始哈看到名如当个该 YouTuber 啊是讲，他们好像讲话、剪影片，用是好嘞，搞笑一下，对，搞笑我又擅长啊，结果。后来讲发现没按简单的事情哦，像艾伦，我们平常在做分工改时间哈，我就是做剪辑，就是初剪的部分，也做后特效、字幕那些的，对。所以你先剪好，对，然后你做后置，对，我就在加。那你有发现都被他剪光了吗？对啊，我可以掌握自己的镜头有多少，所以前面几集之后，我想说，怎么我的画面都没有了？他说不行，我一定要跟你讲清楚。打开之后只有低兄弟，没有高兄弟，他从头到尾都那嘿咦吼，然后我就说，你可不可以换一点台词？他后来就换成我没有办法，谁叫他是主持老江湖，你老屁股啊你。我们来，我们先讲一下，因为其实台尬鲁地两下改 YouTube 的拼头非常多，说实在非常的竞争。对我为什么现在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里面，我稍微看一下很无聊我就划掉了。我为什么听从为款一？你们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是非常改竞争。既然在一个按竞争改宽型地图，为什么要选择当 YouTuber？其实係眼影本係做主去做好好咩啊？就是如果在这个最近啊，最近哈，因为这个疫情关系，所以发通主机嘅量哈好少，减少，所以我就想说，一直以来就是有这个走 YouTuber 嘅打算，那一直没有一个动力，所以这个疫情算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哈，有点像是最后一根稻草。然后尬熊哈，因为法通主切量摸哈豆嘛，然后我赚的钱哈没好摸哈豆，付他的钱就可能付的没有那么多，薪水不够了。然后以后每几期让人讲哈，一直想要往目前来走，对，所以我就刚好想讲走那种分工的奉献，刚好我有这个时机点，那刚好他有这些帮我后置的才能，所以我们就走的要拼头购带用题，对，所以该行开始走购带用题时，知道说其实没有这么容易，对不对？你要想脚本，对，然后想企划的内容，而且你们是有布局的，有时候这是规划的，也许一开始挑白改 YouTube 凶都嘛改走嘛改，如果海公你要专业的经营这个频道，你要先想好啊，你第一集是什么，第二集是什么，观众朋友要看什么，事情你可能填写有节目表，对，所以这个都会在你们的规划里面。因为其实 YouTuber 嘅节目吼，其实从电视节目嘅强项，就是你转到哪一台，因为期待哈，看到哪个东西，所以我们在一开始设定就是走医美的频道相关哈，因为现在竞争哈很激烈，所以透过医美这个主要客群，我们先掌握到一部分的人对医美有兴趣又很兴趣嘅人哦，是会看我哋嘅节目。然后先抓到一部分人之后，先做这样的布局，抓到基本的订阅数之后，后来就会订阅成长速度就会越来越快。是，所以脚本上面，主要是谁的点子比较多？给点应该也是豆豆啊，马上改熊发好豆。他很会一些5、4、3的东西，对，是小时候跟小时候有关系啦，因为他喜欢看一些没营养的东西。是，那他给点子动豆啊，我比较会擅长把这些点子逻辑化、组织化变成脚本。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点子多，那只是一些亮点。对。不过怎么样去铺陈起承转合，每个动脑筋。因为从来都做电视节目，你是第创意动从然后从你有爱用个创意，你有爱用个想法，你讲你用音落实，对，变成具体的起承转合，然后再影像化告诉大家，其实这是困难感。爱用节目长为好看啦。对。还有其实了解就是做这个拼头哈，我们在讲黑工。剪辑上面有困难，其实包含我们后来才慢慢发现到，就是其实演算法，对，就是这个网络的演算法，因为女中动吼啊，因为没动好笑啊，因为没动线起啊，那么为什么大家要来看你？别人怎么看到你？对，所以这个网络演算法，其实每放都有动都有实验，怎么样露出？对，所以其实吼，恭喜台北，你下可能动都改向亲朋友看到，你下动都改后生因为做民风，其实佢哋会非常改辛苦的，动年纪大病，早早在本台家都看到，还有嘛个精彩嘅故事，聊下长来讲。今日东方宇宙的绕墙头哇，俩下个你个名风吼 ，YouTuber 够带用题来到俩片，所以呢，你们两个是有要，你们两个看电视看到按日文啊，系吗？因为这个是艾伦第一次提这拜熊结盟啦，所以这他算他的处女秀，所以等一下哈，假使有机会啊，本期豆豆讲到 boy 哈，好不好？可以哈。对，好可爱哦！姐姐等下给侯尚英真的动等一下，而且两个人就是很年轻，你是6岁，你是25。哦，你是5岁。他刚刚自我介绍讲那个虚岁了，对，讲今年要到的岁数。但是我讲10岁，我10岁是26，我没有在管虚岁的。所以真的很年轻，所以了解侯尚英，然后 tell 白给侯尚英，因为我们必须说，因为整个我们的社会条件不一样，然后我们的说实在，因为科技的发达，影像的发达，所以你还动到来后生意，系讲记得有动到来想法，只是走在跳过让雄、分雄、分台家地。所以以前年轻人的梦想跟现在年轻人的梦想也不一样。以前我那个年代，如果你某后生意讲，你以后长大之后要做什么呢？台下写作文的时候都会说我要当技师，我要当走艺线，然后谁问你是不是写过我要当空姐？有吗？对，可是。等一下，我那个年代还有当车长小姐。车长小姐，我们太后面了啦。对，是依妮姐，对不起。像你姐嘛，就来到烟台有车长小姐，那时候哇，当车长小姐，如果等下改后上年黑公一起，他们回去写作文，就是你梦想是什么？很多年轻人会写梦想是当 YouTuber。肯定哦。是。对，我觉得这个是好。那也有它的危机，对，所以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是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很重要的栋梁嘛，我们国家外的承办都靠你们呢，有没有突然压力很大？有我还好啦，好没有还好，所以意思是黑工，所以两下给侯尚英他们其实跟以前，其实他们要花更多的力气来培养自己的竞争力，要非常的努力，所以记得两下贴片来到两片，然后大家都少改，记得改拼头够带用题，因为总买安讲的，因为。做一改名风然后 YouTuber 然后，除了这么努力之外，赚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其实我们的主要目的。对，所以台卡是为熊啊，一半年你是为讲哇，我看吼 YouTuber 看起来都有意思。不过倒台记录条签很容易传的，你确定你要在这里跟大家细细的分享？完全没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还没赚到。好，那请讲。其实其主要是分2种的部分哈。其实部分系到就是频道上面的广告分润。对，另外一部分系讲就是业配，就是台下比较常听到业配文、业配影片来用。那假使因为到拼头上哦，传得到钱哈，这个广告分润，你PC 会到你也拼到至少最少会有1000个订阅者，最少会讲哎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条件会讲4000小时的观看总时长，4000小时 K 动窗哦，很长，动窗。那另外就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嘛，就是从2下哦，就是这个节目录制的时间，我们大概因为我们创办差不多2年，
李佳妮的时间，就1个多月。那我们目前的订阅人数是快400个，那所以目前还没达到。那我们在业配部分的话，目前已经有接到2到3个业配，哇！然后其实来讲讲就是做这一块，其实都让法同主持没穷容，就是其实人脉的互相借地，那都这个在频道。在YouTube 频道这一块的话，我有借用以前的一些人脉，像是接到一些穷联哈，因为疫情关系嘛，很多活动摸会走啦，所以现在都是用影片的方式来呈现，所以就是想说，既然这个预算都还是有，那他们就走青港也来走壤片来用，所以就是有一些像台北市政府的案子，或者说像一些医美的案子有在谈，像保养的之后我们会抽奖哦，放样台杠哈，有种来都给拼头哈，订阅开启小铃铛时走在款的头哈，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抽奖，礼物很丰厚哦。可以讲吗？礼物可以。我要先看一下礼物是什么，我才决定我要订阅吗？女生会超爱哦。真的吗？超爱哦。倩当 Q 日霜改面膜，哇，送这么高级，还有 SPA 券哦，SPA 芳疗券，所以很快就会发生了，是吗？很快。哇，所以这就到大家都会讲，所以系讲忙停，记得拼头改，用亲朋友做得家家去听下，记起下，你个客家后生年哈，啲 YouTuber 够带用去改拼头，所以好棒哦，做得看到医美的知识，又做得抽奖，系冇？所以其实走得讲，你像你刚刚讲的业配，也是你之前这么多年主持下来累积的一些。我们说人脉也好，对不对？朋友也好，对，就是会回过头去讲，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产业，因为我当初原本做这个 YouTuber 就是想说，俩好来做主持哈，培上明星来个讽刺系讲，白强，因为讲中文，讲到广东话，英文没讲到东话，还会讲哈boy。可是人家是用语言来认识我，我希望透过这个频道，人家可以用原来你很重白强。对，所以等于说就是一样的方式，只是我希望达到更好的效果。那透过以前的这些人脉，然后我希望可以慢慢这样发展成，培上影星来奉献来讲，原来你也动线起来啊，你不是只是这样字正腔圆在那边主持人用，然后也可以希望透过。影片的方式让自己的收入更多元，然后说不定未来的主要方向就会走 YouTuber 这一块。加油加油！所以恭喜才会，因为俺你是把看改时间就是这么的等一下，然后这么的活泼，所以他刚刚说，俺希望台港明星俺我是字正腔圆、很认真的主持，我没有看过那一面呢。啊，真的吗？有那一面是不是？示范一下。你可以示范一下吗？你有这么严肃的时候啊？欢迎收看《福气来了》。我是今天的来宾张伯谦以及艾伦。我只有觉得声音很字正腔圆，可是你的脸还是很可爱活泼啊。对。不过你要是表示乡亲朋友看，刘改后上一集去动又吹能，而且傅一中改反派，他们真的是你们是才艺很多，然后很多元，那是你有时候主持的样子，对吗？对，走台语的虚这位呈现的容额，而且你头牌主持法同动都对不对？而且不光是台音啊，或者是重音改法同富裕松动，因为把天底下读 MV 改客家电视台又主持一安尼个美食改节目，所以经过一下就看，或许来你改乡亲朋友听说袂地讲啊，原来中把天爱弟啊，头牌俺二十几，我俩喊俺二十几，其实一家之主的主持人，对，你觉得有不一样吧？电视主持跟你活动主持，其实我接到该日家自主主持的机会，该东西哈，就是在跟制作人面试的时候，他那时候因为我美六图艾伦琼哈西，对，那时候他就请我们做一个现场的类似示范主持，然后假设因为走料理走秘书给主持给徐正英们用慢走，那时候主持完之后，制作人就这样语重心长带着笑容这样跟我讲说，你这个主持的方式应该在过去得到蛮多的掌声哈。对呀。我正想开心的时候我喜上眉梢给虚接了，他就讲说，可是节目主持不是这样子。他说，假使你会继续用另一种方式来主持节目哈，你会吓到那一边。因为太用力了，太亢奋了。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主持节目讲说这个好不好吃，然后这个就哇好棒哦，这好好吃哦。可是主持活动的时间，因为你让观众的距离很好讲它是比较远的。如果你主持节目的时间，你让观众朋友的距离就是一个镜头一个镜面而已。所以他觉得说就是这样的方式是需要改变。那我也觉得说，他就那时候还有夸奖我，这个一定要在节目上讲。他说，假使你紧紧走得动。真的有照我的方式去走过一遍去调整的话，去调整你会成为曾国城2.0接班人。有人要接话吗？
后置师出来了，后置师对，所以他是很肯定你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怎么说因为？他选了你啦。哦，对啊，其实怎么那么冷淡的回应？因为我觉得一开始其实我对自己的自信是没有那么高的。人家讲公，人家都发通主期的心界，其实我觉得还做得蛮好的。你很有动又磁性。对，可是做节目主持应该感觉很另外几个领域啊，当然，它其实专业是不一样的。那其实对我来讲，做一家之主之后呢，我好多东西没动到。譬如讲，除了讲哈boy哈，就是流畅度有很好进步之外哦，就是我对于客家文化了解，不但讲是语言。还有，因为走节目哈，其实对每一个地方采题就是食材、文法、文法东西，还有在地的节庆，没毛穷容，所以其实真正了解到客家文化，很进为一家自主，一家自主了解节目，对对对。跟你俺们用讲回流腔啊，你拄到改乡亲朋友，遇到讲西南腔，遇到讲回流腔，还有人讲台埔腔嘞。你现在是在生气吗？我跟你讲，这个大埔腔的来宾都不知道，我整集都这样。安妞哦，安吼，就是其实我整集都这样过的，然后听不懂。对，然后我大概只听得懂搂啦。所以因为这个节目真的接触到更多，打开我原本对客家文化这个世界。对，所以其实因为把天气非常介后生，其实可能对一家客家嘅认识，因为我看用你讲客家话嘛，对不对？哎，你爸爸冇让人讲客话嘞。那你的阿妹到底很容易？那去年就我有讲到一个自主记后哈，那个制作人那时候他那时候面试我的时候，意思讲，哎，你会讲哈吗？他就讲你会讲客家，他是用中文讲，因为他不是客家人，我有事先做功课。我他说你会讲客家话吗？我拍出我超流利的，我跟你讲。但是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座右铭是来讲，就是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就是你先假装。但是你假装你要有这个自信，你可以走懂，你也拱那个东西。是，所以我就是努力的去追到我自己讲到的那个，然后我就很后来就是非常散漫以后，然后还去找赵全老师、徐老师，对，就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慢慢学习。我觉得博鑫真的，我根本一访问跟来讲地讲，原来这么认真哦，还一个按后上又按散漫大表改，又按染刀改，是看不出来是吗？看得出来。他刚才好像有翻译版耶，没有，好啦，恭喜哎，我觉得我还根本你蹦蹦跟来讲地讲，因为白腔系按后上改，就是按眼镜改后上音，因为我系讲连续白腔都系跳过节目，尤其系跳过是家自主来看，而家是为地讲，哎，这个行业有进步哦，我昨天感觉佢动眼镜都该主持节目，可是。上期恭喜才会，背后花的努力，如果你基本你没有分享，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对，所以强荣吼，佢都做一个명風吼，古代向題，佢都佢做個功課，那做個準備係非常多嘅，所以其實都記事記到，還有嘛個精彩嘅故事，先聊下，你等下陣再嚟講。你今日绕墙头係古代向題嘅白腔老艾倫嚟到節目地圖，然後大家都分享，哇，當個 YouTuber 其實大家看到好像動身起光鮮亮麗，然後好像很搞笑，可是背後的努力真的是要花很多的功夫，這樣子。對啊，想哭但是哭不出來。這首歌有版權嗎？我覺得你唱應該還好，他們可能聽不太出來哪首歌。咁還有你，你上段節目有講到，其實白腔嘅主持經驗非常豐富，對，而且你有很多台星改主持改擺頭，而且也跟很多大牌合作過。我今天就給你一個機會，我最大牌的就是易理姐啊。你這樣子講，用親朋友就再也對你沒信心了，好不好？不會。來講一下。譬如講水台嘅哦，又鬧綜藝天王吳宗憲強豪的主持。真的假的？真的，就是站這麼近的體力哦。該劉七黑是飛到新加坡，在一個他們新加坡國家體育館最大的體育館，他的台下的觀眾差不多有7萬多人。哇！然後那是一個還不錯的經驗，就是透過貼身學習，真的接憲哥的話，那其實真的不容易。就算你自謙走
再多咋个都给共口哈，就是你要现场接到的话，真的那个节奏要很强很强。是，对，而且宪哥是不看脚本的啊，对，他完全我们在事前开会，他就在跟我们冷消维。对，他说就丢掉了。对，他是说他其实那一次的活动大概只有4、5个小时的活动，可是对我来讲，在主持人能力上面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是，就是对我来讲，就是现场的一个反应跟观察，反而比你事前了解到的脚本有可能还要更重要。对，可是我想这也是因为宪哥他经验太丰富，他是天王级，所以他累积了非常多，所以他到后面可以这个样子，对不对？可是不但是这样，而且你听说戴强黑到安永改天王足七公，你也曾经到英国英国你足七，其实粉丝专业的那个最上面。我粉丝专业叫中英主持人，专业中英主持人重把 cam 哈，那个又打一次广告。这个我用粉专上面最上面那一句话就是写说，横跨横跨欧亚什么欧美亚，横跨欧美亚3大洲给竹青来用，因为那场又讲英国还有美国，就是在英国那一场是。那个在丘吉尔，就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故居，那个皇宫，它整个宫殿，然后主席就改非常奢华、极致奢华的一个婚礼，光那个新娘的婚纱就50几公斤，上面全部都是钻，全部都是，我还捡了一颗。然后是外国人吗？系台湾人，台湾人，台湾嘅有钱人。兩屆都係台灣人，兩屆都係。我記得佢到英國結婚，對對對 ，OK。然後他們那個真的我提這擺款的哈，真的有叫做白馬王子黑馬改哦，因為他們真的請。白馬在前面駕着新娘這樣子，很像馬車這樣子，不是很像，很經典馬車，還有夯停咯。我聽他講，要不是因為有照片為證，我真的很難想象跟相信真的，你何德何能？就是他們都沒有錄檔過款都愛。對，其實網絡也是因為這樣子，所以才特別重要，因為他們就是在網絡上面看到張伯謙在上面的一個影片，是一張一張伯謙。啊，對對對，錯，係因為佢看到我，其他就6個人片，他們走 YouTuber 自簽我會錄一些543的影片，例如說自我介紹啊，然後我就有一個，台大永偉定係撞把 cam， 我就自我介紹說我是一張伯謙，一張伯謙，張伯謙哎呦，然後他就覺得哎呦，兩個人動神奇哦，他覺得這個主持他喜歡這個風格，一起親來一走給主親啊，哇，好棒哦！我覺得伯謙真的是非常的努力，而且你真的很優秀哎，公投兩片。你的臉怎麼有一點點害羞？你一直被誇獎有點害羞。不過講到臉哈，其實大家會知道講，哇，其實白天帶起來主持嘅經驗都豐富，可以把這樣的經驗也帶到他現在要當 YouTuber 網紅。我知道現在還在努力中，所以其實這中間有非常多你們剛剛有提到困難，然後腳本很困難，所以剛剛說演算法對不對？然後還有要怎麼樣露出，怎麼樣找資料，對不對？要不要分享一下？其實我們算就是誤打誤撞，一直在摸索啦。因為完全是不熟悉的狀況。我們不是這個配景嘛，然後包含像是標題有慢了哈，像是我們眼袋的手術，我們就要前面的我們就要寫整形失敗問號，對，人家就說哦呦整形失敗應該動胸的款。然後像我們之前有做一個是矯正牙齒打骨釘的，我就會寫說牙骨爆裂，就是這樣。耸動的標題吸引你來看。對，那其實包含標題你的順序，怎麼樣去堆疊關鍵字，它就包含就是那個縮圖要怎麼樣做，你要用什麼字體，怎麼樣配置，然後怎麼樣的照片，其實都很有關係。還有包含在內容你要怎麼簡介，要下它後台有哪些關鍵字可以選。那其實你要用什麼平台，有一些系統，它其實像有一些免費的，它可以做使用，就是可以知道這個關鍵字在這個頁面出現的排序是第幾個。對，現在大家都用安永改方式來去你講去 keep show 大家改觀眾，可是我曾經生氣過，怎麼會？因為我就是看他標下的好棒，我點進去沒有，是不是女傭？所以這種其實演算法從兩下走 YouTuber 哈，其實摸下簡單，因為標題嚇人，標題吸引人，對，是第一步，對，因為女傭沒動腦筋，這就是我今天在節目要特別講的，什麼什麼真相曝光。頓號聳動，當點進去沒有真相，對，裡面就還好。爆料藝人的八卦，其實裡面都沒有在講的。原來伯謙這樣回應，點開伯謙說：“哎，大家新年快樂，新年快樂。”我想說回應什麼？對，對，是不是？
除了要有手动的标，也要有很真实的内容，对不对？让片的部分呢，因为现在YouTube 的演算法，它其实很注重影片的续看率，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影片如果停留10秒以内的话，它是不算浏览次数的。是。那如果你要让这个影片值得让 YouTube 这个平台去帮你推荐的话，它必须要在这个影片的续看率是非常高，至少50%到60%，就是等于说这个影片至少要看完超过一半。没错，因为像有时候后台可以看到很多，后台也我们像还有很多后台的互动什么的。哦，台尬熊还会看到一张片，这个点阅率可能哇1000，还是启动工哇好棒哦，点击它总收看时数是很短，因为大家可能点开2秒的不想看就划掉，对，好，所以这也是大家在经营上面很艰辛的，很辛苦。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意思是说，其实你们在经营内容的时候还是王道。除了你们在技术上的学习，永远露出不台尬的款斗，可是点进去之后，真正王道的是内容，内容会好，你们才会有延续。而且节奏也要剪得很快，就是你那个效果要啪啪啪啪啪按用出来，总得慢慢来讲，慢慢来讲，这样铺陈的反而猛应来快。真的，你看不记得共同还你系讲，只是在走天气节目感应就觉得压力很大，有没有？因为某种人的领域啦。哦，你真的嘴巴很甜呢，很会转呢。我一理解就是女神，一定是的。可以多发他们几次，还蛮想听这种话的。所以如果讲到两片，其实你看到记得做两非常辛苦，还因讲你主持改经验，然后因为像经营网红的困难，对不对？所以讲到两片。我们要讲的事情是楼姑念一类的，好吧？我们今天还是要分享一下，跟刚才内容很有关系哦。你有办法念吗？有法图吗？7款。不，就中文的最后一个字，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念了。好，瘦好，预备，快洗。又姓杠天，摸姓瘦，拐的这个中文我不知道排鹅，酱狗窝，你念得很好一定的嘛，要走主期那个票准还好够。之前就有人跟我讲说，因为我之前都跳上台上讲的时间还走罗一病啊，其实对去个哈过个票准冇下够。我后来走主期以后，我就会觉得说，主期到罗一病很冇强容就是主持人有一个担负教导，而且传承，还有让观众知道正确客语用字的一个压力。我跟你讲一下，到你下课时啊，一记过年啊都总得讲，家来一下，你再讲来多一遍。又姓杠天，某姓瘦，拐的排鹅，酱狗窝，你第一个意思吗？又姓杠天系讲，他就是真的是有要努力系吗？某姓瘦，某姓瘦，就是说，其实两下东因杠天改世界，东引进来杠天讲，你某姓是受酬。没有除草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怪仇它长得比你的稻谷还要高，对，所以俩意思是表示嘛，该嘞，所以老台高咧讲，就是你杠天有进去动3万以受仇，意思是讲，记得俩下高代兄弟咧，记得做埋做该名风然后 YouTuber 然后，其实非常重要嘅事情係除了动年轻走的时间，其实女容对记得来讲，你都会动容性钢铁。也要记得除毛啦，是这样子。我们刚好最近一集就有除毛系列，热辣除毛。错，所以幼性钢铁没有记得来除毛一下，是不是这个意思？对，乱教乱做。其实基本上绕墙记得来到节目第一的故事，系老大家来讲，伊俩还有只安样改拼图，系记2、3号购带用题。寄送动购训购动购，两个动等一下，移动引进3万大2个后上，大家本地多鼓励。如果请你们用短短的几秒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你还有动到个后上，你想要当 YouTuber， 你们本地的嘛个建议。俺现在讲好嘞，就是假设你今天会走 YouTuber，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是，你会走哪一种的 YouTuber，自我的定位很重要。后来你慢慢去掌握那些不一样的兴趣跟关键，比如说你要做像我们这种搞笑型的或者帅气型的，那你或是你要讲知识型的，还没走的，要做帅气型的，那当然你一定要先长得帅啊。对，像你这样就是可以非常适合，对不对？那艾伦有没有给1、2句话建议？有，我觉得做 YouTuber 呢，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拍影片就好，但其实不是那么的简单嘛。那所以第一点是你一定不能够犯法。
不能够去炒一些非法的素材来做使用，不然你的影片就不能够用了嘛。没错。然后再来一点就是你的想法要怎么样汇集在一起，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说，哦，我其实有很多样的想法，可是我不会用，但是你要自己先写下来。如果你没有进行第一步，你没有去实现它的话，其实就不会有后续了。嘿，所以今日其实当欢喜做在绕墙道去来高大向体内度两片来现春记到个 YouTube 平头，希望你个乡亲朋友做在多多分享个，按订一下，按咱大嘅好声音。按赞、分享加订阅哦！哎，不一样，太棒太棒！再一次，1、2、3，按赞、分享加订阅哦！好，大家具体做记得哦，天天下来做嘛，家己做认同了。